拆網令生效嘅第一日，全港大批樓宇陸續拆除外牆嘅棚網，包括超過40年樓齡嘅長沙灣怡國苑8棟大樓喺大約半年前開始第一期維修工程，當中7棟外牆而家圍咗棚網，工人喺棚架上面展開索帶，將拆落嚟嘅棚網放喺行人路邊，再放上泥頭車準備分批運走。有附近居民對於拆棚一刀切嘅做法感到憂慮，擔心冇咗棚網嘅保護會被地盤嘅碎片擊中。因為上邊隨時有嘢跌落嚟噶嘛，啲石屎啊其他嘢啊，因為佢仍然係有人開緊工噶嘛，有危險嗰啲你就拆，冇危險嗰啲繼續俾佢開工。亦有怡國苑嘅業主話，拆除同埋安裝新嘅棚網或者會令維修成本增加，日後重新圍上嘅棚網亦要確保符合防火規格，但係成本就唔應該由業主負擔。政府嘅做法都唔係錯嘅，佢一定都要將啲網拆落嚟，驗清楚係咪真係安全先，係咪合規格先，即係好難講，應該係歸咎於承建商嘅，就冇理由我哋再整嘅，唔係我哋買你嘅服務，係俾一個唔合格嘅網我㗎嘛。有業界人士話，大規模拆網之前應該先做好現場安全評估，確保棚網上面嘅雜物已經清除，以保障工友同埋路人嘅安全。呢啲棚架呢，因為佢係遮擋啲雜物跌落嚟嘅，相信都有好多啲一啲建築雜物啊，或者係啲泥頭會喺個棚網度積聚嘅。嗰啲你喺拆棚之前呢，真係要試拆去清除咗佢先。咁我哋喺一個棚網相對乾淨嘅情況之下呢，安排工友去拆。屋宇署表示會爭取喺下個禮拜實施新規例，要求所有棚網物料需要喺工地現場取樣，檢測合格之後先可以安裝使用。廣播新聞網記者張美欣報導。